大海本身，因为有大海，然后较安怎靠迄个海水伫迄个顶悬安尼铺垫，是毋是？因为有海水嘛，还有迄个进入经济迄个海水伫表面安尼不断安尼铺垫，不断伫遐咧安尼一直旋动，安尼然后呢，若是以这个因较来形成整个的迄个海水。所以因甲果呢，就以阿德那些会当总体来包含因生果，果搁再分析因因搁再生果，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若讲因果呢基本上地底下会当总含一切因果地底下本身就是果，按咱的地底下当中所分析的经济就是因。所以今仔日如书剑以来一直咧流转的，就是拢伫咧对，拢伫阿德那色、阿那亚色安尼样，以地底色作为主体性，地底色本身的现象就是啥果，搁在伊内面含藏经济，迄就是因。经济安怎来？地底色分析的按过迄个经济呢，将来互咱生起这个艺术果，艺术果的主体性嘛是阿个地底色。因此，整个的因果呢，拢伫对阿德那色，就地底色家。所以，干那一个阿德那色性侵世，一切经济如暴流。就讲暴流水就是不断经年累月，爱不断安尼流动，不断安尼铺垫，伫遐旋动，内面就总含啥因甲果的流转啦。安尼所以干那简单讲一句阿德那色就内面总含咱生命的因甲果。按过呢有讲分别，当地就是十二有机因甲果咱嘛甲扩展的话搁再详细去甲伊解说呢，就是啥十二有机嘛。就讲女名因形，那是生命弄数，基本上嘛是因甲果。按过这个因甲果呢，伊嘛是拢归纳伫阿德那色当中所以讲，咱若是甲伊缩小来甲认识，来甲看待呢，就是伫阿德那色当中就讲包括地底色，包括地底色当中的经济因本身就是啥？本身就是一个因果关系嘛。过这个因果呢，咱如果若甲伊甲伊详细甲扩展出去，就是向业苦嘛。还是讲呢，就是啥？苦甲进嘛。阿德那色嘛是啥？苦嘛。内面的经济就是啥？进嘛，会当安尼解说。还是讲呢，搁再进一步就是啥？十二有机。所以这个因果简单讲因果就当包含人的道理。苦进嘛是因果，向业苦嘛是因果，还是讲甲最终甲缩小起来呢，就是啥？阿德那色、阿那亚色，伊就是啥？咱生命流转因果的总体。若个详细甲分别的话呢，就是完整的十二有机的道理。因为无明咱字到最后的弄数，其实呢，嘛是离不开啥？阿德那色、阿那亚色，并无离开这，嘛是伊的显现尔。因为讲无明你讲无明无明是烦恼嘛，当然烦恼有烦恼的经济甲现行嘛。这个烦恼的现行、烦恼的经济基本上伊嘛是爱依止伫对，依止伫地底色较会当安宁嘛。离开地底色呢，就无这代志嘛。因此讲总体的因果呢，以解经的经安尼讲，就是啥？咱来看迄个比如流泵流水泵流水呢，论着伊虽然讲是经济如泵流，毋过呢，咱爱以后壁这个做论者对这种根据的解说，就是讲海水甲迄个海浪的关系，海水甲海浪的关系安尼就是因甲果安尼因甲果所以因甲果呢，伊的整个的主体性呢，拢伫对阿德那色地底色家，就当总含一切因果若详细甲扩展呢，就是咱现在这本经所学的12有机
那么这所讲接触性侵呢，当然就是讲，咱爱了解，那是引起的真实上，就是拄则讲的，阿德那些综合一切因果，若靠点呢就是啥，心智幼稚，这当中并无有一个真实的我，并无有真实的法，拢总无。按过反复，因为什么？因为无知嘛，因为希望分别颠倒执着，所以呢，而且毋则接触一个真实的我、真实的法，安尼。当然，这个真实的我、真实的法呢是相似尔，所以咱所接触的这个对象呢，其实呢是无的。是相似显现尔，按过呢，咱对个真实上呢，并无法度呢，了知误入，那么这个叫做接触性侵，就是讲咱所接触的这个事呢，伊背后的道理呢，嘛是安怎？是性侵难思议的，先留小10分钟。